Hello，各位好，日曆哥每日分享嘅時間啦。咁而家將軍澳日出康城第13期最後一期，終於咧就改咗名啦。今次改個名叫做海堤灣啊。呢個樓盤咧係日出康城最後一期嚟嘅，而家提供總共咧有2550伙。喺未開始之前呢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、點讚同分享。有時間嘅話咧，可以睇埋啲廣告佢，多謝大家支持。咁呢個日出康城第13期啊，最後一期呢，而家叫做海堤灣啦。咁咧呢個樓盤啊，將會提供2550伙嘅。咁呢個海堤灣嘅預售嘅樓花同意書呢，其實早於喺2024年11月啦已經批出噶啦。咁信和呢知道啦，前嗰1-2年呢個市呢就非常之差，同埋呢有大量貨尾供應啊，所以呢佢就 hold 住個樓盤啦。而家呢 hold 咗成年幾呢，終於呢諗住啦推出嚟賣啦。咁同埋啊，而家改咗名呢叫做海堤灣啊。咁海呢就代表海洋啊，咁堤呢就代表啦美玉啊。咁真係非常之巴閉，係咪？咁呢個盤呢，其實呢有幾個發展商嘅喎，包括啊信置嘉華、嘉里、招商局同埋梗係港鐵啦。呢個日出康城啊第13期啊，喺琴日呢就改咗名叫做 La Mirabelle 係啦，真係犀利啊 La Mirabelle 啦。咁呢中文名叫做海堤灣啦。呢個項目呢有2550伙啦，就再分啊1期同2期嘅。咁信和呢而家就話呢個樓盤呢已經積極準備呢銷售啦，準備呢個展覽廳啊，準備呢個示範單位同埋樓書啦，預計喺農曆年後呢就推出啦。咁呢個盤呢其實呢係一齊起噶嘛，有成2550伙係啦。咁但係呢而家買樓呢一定係將啲豬肉呢係咁剁噶啦。咁呢個盤呢就剁2期啫，就唔係剁3期，係咪？咁呢每一期呢有1200伙左右啦。咁啊主打2房3房啊。咁當中呢向海嘅單位呢有60啦，預計關鍵日期2027年6月30日。咁即係話呢仲有成年半到呢先入伙嘅。咁呢個盤呢叫做海堤灣啦。咁呢度呢個海呢，佢就話啦，象徵呢啲廣闊無限嘅海洋同埋寧靜。哇！將軍澳日出康城有幾寧靜啊，犀利啊！咁同埋堤啊，堤啊代表呢係美玉咁解啊。咁堤呢其實呢係咪代表呢個防波堤呢？你知啦，將軍澳海灣呢最近嗰個華家沙打風呢都非常之厲害啊。如果起個長堤喺度擋住啲浪呢，就非常之好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就話呢個堤咧就代表啊美玉啦，同埋咧寓意啊。咁咧項目咧係呢個將軍澳日出康城嘅壓軸嘅巨著啊，犀利啊，好似拍戲咁啊，巨著係啦，珍稀非凡係啦，珍稀非凡有幾珍稀咧？2550伙啊，係啦，咁啊非常之多嘅，極之唔珍稀啊。咁灣咧就代表啊呢個壯麗啊嘅海景啦，同埋山景啊，咁仲有英文名咧叫做 La Mirabelle 啦，代表極致醉人嘅海景啊，彰顯項目臨海同埋高雅尊貴生活魅力。哇，犀利啊！寓意項目兼備交通網絡與奢華生活享受，係啦。咁喺將軍澳日出康城呢生活咧，其實都幾奢華嘅，係啦。你知唔知點解呢？因為將軍澳日出康城呢個商場啊 The Row House 啦，裏邊所有鋪頭咧都由呢個港鐵控制住嘅，包括高昂嘅租金啦，所以入邊買嘅嘢咧選擇少啦，價錢唔平，甚至乎係貴，尤其是係呢個藥房啦，同埋超級市場係比出邊嗰啲藥房同埋超級市場呢係通常都會貴啲啦，同埋呢就比較少做特價嘅。咁我睇翻呢度呢，呢度嘅將軍澳日出康城呢，其實呢係啦，總共嘅伙數呢有成25,690伙，係啦，即係話由第1期去到第13期，總共有成25,000幾伙，係啦。咁所以呢，呢度呢人口呢絕對都唔少㗎，應該呢有大約應該有成接近10萬人喺度生活啦，或者喺度居住啊。咁但係咧呢度嘅居住密度咧非常之高㗎，咁係一個地鐵嘅車站上蓋啦，咁啊起咗成幾十棟樓啊，總共咧有成25,000幾伙啦，同埋有接近咧10萬人喺度居住啊。咁我咧睇完啦發展商嘅報道咧，我哋睇咧網民咧就對呢個樓盤啦或者日出康城咧有咩意見啊？咁我睇翻呢度下邊一啲 comment 咧就非常之特別嘅，係啦。
咁呢度呢，係啦，咁其中之一呢，有個人士就話呢度呢個密度呢咁鬼死高嘅話呢，係啦，咁如果萬一呢發生呢個大火呢，就大 L 鑊啦。咁呢度呢，有個網民建議啊，呢個盤呢，其實係咪可以叫做臨海風呢？咁呢度就話日出康城呢，其實經歷過好多改變啦，係由當年第一期開始起嗰陣時啊，環保大道沙塵滾滾，係啦，短短已經而家呢就過咗13年啦。咁同埋咧呢個盤啊，有人咧話咧，不如叫名叫做海墳灣，係啦，因為咧佢戶戶嘅海景咧都會遠望到兩個墳場嘅，一個咧就係柴灣嘅墳場啦，咁呢個咧就遠好多啊。另外咧都望到呢個調景嶺嘅華人永遠墳場。咁呢度有網民話啦，咁睇呢個外形咧就好似個大鐵籠啊，係啦，咁密度咧非常之高啦。咁萬一有事嗰陣時咧就會一鑊熟啊。咁同埋咧呢度啦，係啦，主要咧都話呢度咧係屏風樓啦，因為呢度啲大廈咧非常之高啊，同埋咧密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咁咧仲有網民話係啦，大把供應啊，大把選擇啦，係咪？係啦。咁咧其實咧將軍澳咧日出康城咧由1期去到第13期咧喺規劃上咧已經起好晒，或者咧計埋13期嘅話咧就已經係起好晒㗎啦。將來日出康城咧係唔會有新樓盤供應嘅。咁咧，其實咧香港啲地咧係多得很嘅，可以咧填海啦，或者發展呢個北部都會區嘅。咁將軍澳日出康城啊，將來發展完之後咧，其實喺附近咧仲有一個比將軍澳日出康城再大幾倍嘅地盤啊，或者位置啦，將來可以起大量嘅樓宇啊。咁將軍澳日出康城咧就呢度啦，係啦。咁你喺地圖望落去咧，係啦，嗰個 size 咧就係咁啦。咁你向下邊望咧，呢度咧係啦，呢忽地啊。咁呢忽地咧就喺將軍澳工業區再入去嘅137區啊，呢度咧全部都係填翻嚟嘅，係啦。咁呢度咧係有啲建築廢料咧或者啲泥頭咧填出嚟嘅地方啊。呢度嘅面積咧仲大過日出康城咧2-3倍嘅。咁政府咧其實咧已經規劃咗呢度啊，將來咧就會起呢個鐵路啦，由呢個日出康城嘅康城站係啦，咁咧做一個延長線啊，入到嚟呢度。咁咧呢度咧將會有新嘅地鐵嘅車站同埋車廠，咁同埋咧大量嘅地鐵物業啊，咁所以話咧香港咧地少人多咧，其實咧都係呃鬼你嘅啫。香港咧你睇翻落咧，香港其實咧係大把地，係咪？咁同埋咧香港咧仲有好多度地方咧可以填海啦，可以發展啦，包括埋呢個北部都會區啦。咁咧政府咧如果咧要發展嘅話咧，尤其是發展北部都會區咧，當然要有錢啦，係啦。咁啲錢係點樣嚟嘅呢？啲錢咧最快或者最有效嘅方法啦，以香港嚟講啊，就係發展呢個樓宇同埋住宅啦，同埋賣地啦，咁咧就可以賣到多啲錢啦，為將來嘅項目咧做融資啦。咁好啦，力哥今日嘅分享咧又到此為止啦，好多謝大家收聽收睇，記住咧訂閱、點讚同分享喎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